好啦，2020年 Paper 2嘅第6條啦，咁佢就話有個函數 g(x) 係一個三次方程啦，咁佢都講咗話我哋嘅 x 加2咧都係 g(x) 嘅因式，咁由綠色呢度咧，我哋就可以得到話 g 嘅負2就會等於0啦，因為當佢話佢嘅因式嘅時候咧，即係代表個餘數係0啦，咁用翻餘式定理咧就係得到呢條式啦。咁 g 負2嘅意思咧就係將個負2代翻去個 x 入邊，咁所以你就會有 a 乘翻負2嘅三次方，再加翻 4a 乘翻負2嘅二次，再加翻24就會等於0啦。咁呢度只不過係將所有嘅 x 轉咗做負2嘅啫。咁負2嘅三次方撳機就係負8a，跟再加翻4乘 a 再乘4，再加翻24啦。咁負8a 再加翻16個 a 咧，就會等於24啦。咁負8加16即係8個 a 就等於24，咁所以換言之 a 就等於3啦。咁而家題目問嘅係 G2 啊嘛，G2 即係再將呢條式塞翻入去。咁因為我哋嘅啱啱得到嘅 a 嘅數值啦，咁所以 Gx 就會係 3x 嘅三次，再加翻4乘 3x 嘅二次，再加翻24啦。咁你想要個叫 G2 啊嘛，繼續將所有嘅 x 轉做2啦，咁就會有3乘2嘅三次方，再加翻12乘2嘅二次方，再減24啦。咁就係3乘8就係24啦，跟住2乘2係4，再加48，再減24。咁呢兩個約咗，咁所以答案就係48D啦。